Hello， 大家好，我係 Alice。為咗最近想買樓又想近翻珠海嘅觀眾朋友出呢一條影片，幫你哋喺置業嘅路上咧拒絕一切嘅垃圾盤。今期我哋一齊嚟拆解下中山坦洲嘅御風名門啦。咁啱端午節又遇上咗兒童節，業主都休假，開開心心咁陪屋企人一齊去過節食飯，陪小孩外出玩樂。當玩到黑夜攰賴賴，想要返屋企休息嘅時候啦，結果返到自己小區嘅家門口，發現情況有變。你過嚟，你過嚟吧！你還要喂豬拿走人？為什麼還要威脅我們？不要動手，不要動手，我在拍着呢。哎，手輕一點的，拿手機拍着，拿手機拍着。人堆人咁聚埋一齊喎，唔知道個業主呢，仲以為過節排隊有節假禮物贈送，點知道揸車到入口嘅時候先發現啦，自己嘅車已經唔喺業主嘅名單上。好奇嘅業主呢，就下車諮詢，得知原來係租車位嘅業主，唔可以再次駛入呢個小區。哪怕你係小區嘅業主，只要你係租車位嘅話，一律禁止進入。御風名門嘅物業就告知啦，目前咧仲未有買車位嘅業主只賣不租，售價要18萬一個喎，引起業主嘅公憤啦。天價嘅車位居然出現喺坦洲，連珠海市區內嘅話都唔敢賣嘅價位，居然坦洲嘅御風名門夠膽咁樣做。我哋嚟睇下，到底係點樣嘅小區、點樣嘅物業可以做到咁冇底線，違背良心、違背條例嘅規定，仍然要咁做呢？我哋先睇下呢個小區嘅規模啦。總佔地呢就14.78平方米。總規劃嘅咧係60萬平方米嘅，分7期嘅開發，規劃咗有31棟嘅高層住宅，總戶數係遠遠超咗4000戶嘅，容積率嘅話係3.32，即係單呢個容積率咧已經係硬傷嚟㗎啦。如果唔明白嘅街坊咧，可以理解成高密度嘅住宅喺同一塊地上邊咧就起太多個樓啦。你想同對面屋嘅鄰居傾上兩句咧，輕輕地嗌兩聲嘅話就可以聽到咯喎。好明顯咧，就係樓間距比其他樓盤係窄嘅，呢一種樓望樓嘅壓迫感同埋隱私性咧，真係大大咁扣分啦。小區嘅會所仲過分，喺開業期間咧推出業主使用各種優惠活動，以辦理開卡專享服務，吸引咗唔少嘅業主辦理嘅。充值1688蚊嘅業主用咗唔到幾次就已經執咗笠啦，至今仲未從業。發展商喺舊年嘅5月份咧開通咗香港直通巴專線，名義上咧係方便咗港台同胞往返，咁實際上咧係利用呢一個噱頭去引誘咗唔少港澳嘅同胞係購買咗呢一個樓宇嘅。雖然唔可以完全去責怪呢個開發商，但係咧一旦取消嘅話，理應咧係提前告知業主嘅。其實喺早2年咧，業主已經同物業一直有爭議嘅。管理服務水平咧係差到無法想像，毫無體驗感。咁業主嘅專用電梯咧，夏天冷氣都唔開，咁大熱嘅天氣唔好講你喺大堂開唔開啦，連專用嘅梯都唔開，真係太過分啦。咁小區嘅衞生安全措施咧係最大嘅問題，因為畢竟你每日都喺度住嘅，清潔唔到位，每日仲有一陣陣嘅異味咧，好明顯咧就係每個月明明交緊管理費嘅。咁點解物業會做到咁惡劣呢？歸根到底嘅話，都係物業管理公司嘅資質水平問題啦。好嘅小區唔一定大就得嘅，買咗之後呢，物業管理公司係服務守護住每個日夜噶嘛，安保、秩序同埋清潔等等。咁以後嘅二手流通性就唔使詳細去講啦，大家應該都心照啦。口碑咁差嘅小區，以後買賣嘅客戶群體呢，真係少之又少嘅。咁其實御風名門喺位置上嘅話，確實係有優勢嘅，樓價亦都幾合理，戶型上嘅話亦都好方正實用啦。咁呢幾點呢，我哋係唔可以否認佢嘅。咁屏幕前嘅你呢，如果真係睇好御風名門，不妨去對比下周邊3個樓宇先啦。
深思熟慮之後再作出明智嘅選擇。OK， 我哋今日嘅影片呢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呢一種類型嘅題材呢，可以俾翻個 like Alice， 喺評論區留言支持2個字，將我嘅影片分享俾更多嘅朋友知道。後期我會更新更多嘅相關內容嘅影片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啦，拜拜。